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2月26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虽然市府教育局伫25号才拄举办古都马拉松的防疫记者会，不过因为伫网络引起侪民众的讨论，认为现主时无适合举办这种大型的活动，所以市府甲中央以及医界讨论之后，26号的中昼由市长黄伟哲宣布，原本3月1号的古都马拉松将延到10月份举办。原本伫3月1号就要来举办的古都马拉松。市府伫听取民众的意见，加上向中央甲医界讨论后，也伫26号中昼由着市长黄伟哲亲自宣布将要延期到10月份。市长表示，虽然市府拢已经做好防疫的准备，但因为意大利有出现一名新冠肺炎的患者，参加马拉松的比赛，互5万外人拢必须伫厝内隔离。伫不得已的状况之下，比赛也决定要来延期。经过跟这个我们医界还有这个防疫界的朋友来做咨商之后，为了避免社会大众的疑虑，也为了避免造成防疫工作的负担，也为了避免影响到参赛者他的这个权益，我想我们决定把原定3月1日举行的古都半程马拉松延期。那要延期到今年的秋天的10月份。这个决定是不得已，而且经过审慎考量的不得已的决定。那一方面对于选手来讲，我们评估过了对于选手的权益的保障，但是会造成一些不便，特别要跟所有参赛的选手表达谢谢跟抱歉。教育局也表示，如果有任何行政的需求，因也会积极来协助。已经寄出去的参赛者有指定。也请参赛者家己保留，等待到10月份正式比赛的时阵才来使用。那已经报名的这一些参赛者，因为物资都已经发送，所以如果跑者呢，他已经收到，我们是希望他这些物资呢能够留得到10月份。那如果万一有跑者因为时间因为其他因素，那确实没有办法参加，我们会依照我们的这个竞赛的整个规程里面我们的规范呢去做必要的一个退费。那继续要参赛的，那我们就延到10月份。如果过程当中他真的时间不方便，或是有退赛的一个思考，那我们会这个依照我们的比例，那么来退费给我们的一个跑者。那至于相关的准备工作这个部分呢，我们会陆续来跟相关的单位来做配合。整个来讲，品质依然是不会打折。现在有计将比赛安排伫10月中的时阵，但还未确定。有参加的民众也会使密切来注意活动的网站。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药局的药师伫专门配合政府发送考案以后，陆续传出有药师未堪这负担的消息，所以市府社会局开始配合社区的志工来协助药师做包装。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到药局感谢志工的付出。原本药师除了调节村园经营销售药品以外，现在防疫期间，佮加了发送催案，包括卫生教育、确定身份以及上界麻烦的包装，拢予药师吃未消。不过现在市府教育局每下个社区的关怀据点、守望相助队，迄个是组织定志工的力量投入，大大降低药师的负担。现在在防疫期间，其实拿口罩不只是发口罩，还要跟他讲说怎么样预防的部分，所以。没有志工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处方药品、调剂、卫教，那我们同时也要发口罩。其实 loading 会增加1个小时以上，尤其现在口罩的数量越来越多，我们要发的量也越来越多，所以要核对拿到口罩的量跟实际上量有没有差异，其实花1个小时左右。那现在有志工来了2位志工之后，我们花的时间在口罩部分大概只花前置作业20分钟而已，
跟1个小时其实就差40分钟，差蛮多的。而且志工阿姨也会协助我们去做卫教。为了感谢所有社区志工投入，市长黄伟哲26号下晡嘛特别前往一间北区的药局来关心，同时体验包喙安。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就感觉这款代志真正足需要分担的。这个包材的费用，我们愿意补贴。第二个志工我们愿意动员。这2个诉求基本上都获得基本的解决。第一个包材的费用中央已经提供了，所以他们中央提供包材，而且比这个纸的包材更好用，因为更好塞进去，那也没有环境问题，没有环保问题。第二个志工的部分，我们已经请这个社区支援，还有这个包括宗教，包括慈济、佛光山他们的志工，他们都投入。第一个投入口罩生产，第二个投入这个协助包装，那这个昨天也看到慈济也提供这个安心祝福包，来给这个居家隔离和居家检疫的市民朋友们，这点都是非常非常谢谢。总之，不管是宗教团体，不管是社区志工，不管是巡守队，大家都投入这个我们这个在抗疫的防疫的期间，能够投入这个工作，能够让这个防疫的这个链不会中断，不会出现缺口。这点是我们要特别的谢谢他们的一个热心。经过了解，大台南500多间特约药局，经过药师工会调查，目前只有25间药局提出申请。药局表示，后续特别是针对一人药局、偏乡或是个人药师等较需要帮忙的，拢会调派志工来全力协助。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基美病院为2月11号开始，3个院区拢爱录健保卡才会当入去，结果嘛造成排队的问题。上午病院特别针对预约挂号的患者，推出快速通关的服务，除了减少接触的风险，嘛降低一半等待时间。根据统计，基美下中心每一天门诊量拢将近5000人，不过因应武汉肺炎一到看诊的高峰期，所有进出病院患者甲民众拢需要插健保卡读资料，等待通关，通常会造成排队。虽然病院已经加派人力，民众也是感觉会排足久。我等去看，拢等一个。为了解决民众排队进入病院等待时间，基美下中心所推出的 App 就特别针对预约挂号的病人，提供前一天先查询旅游史，隔天来病院就当快速通关。所以提醒民众一定要先签署分段资料下载同意书等等。我们奇美院为了要让整个的从入口的防疫部分呢做得更流畅，让病人不用再等太多。还有就是说，不需要拿健保卡，甚至是接触，有相关的接触，然后减少感染的机会。所以我们提供了奇美医疗体系的 APP， 只要你有预约挂号，在前一天以前你曾经预约挂号，你只要下载这个奇美医疗体系的 APP， 里面登录你的相关的一个居留证号码或者是你的身份证字号，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说你是不是已经有没有出国旅游史的部分。如果是没有出国旅游史的部分呢，我们就会有一个通关，就是一个绿色的通关，一个号志，然后让你进去。如果是查询不到，或者是你有14天有曾经出国旅游过的话，我们会有一个红灯的部分，让你说，直接你还是进行插卡的部分。这样子呢，可以降低大部分病人在等候再进入那个我们本诊入出口的地方呢，造成拥塞的部分。根据基美下中心表示，该政策患者已经有9成人同意签署分段同意书，要患者来看病，才好检疫站看手机等等。如果会当降低患者一半等待时间。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志工日前发现一只受伤的乌面腊龟，经过侪单位的努力甲治疗，已经成功恢复健康。26号上午，将这只乌面腊龟抓到客家湿地生态园区去野放，市长黄伟哲也亲身出席做见证。咱啊一拍开，就会使看到乌面腊龟非常紧的就飞出去啊！伫1月19号的时阵，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的志工就发现这只受伤的乌面腊龟，经过治疗甲等待伊恢复健康后，
也将伊带到客家湿地生态园区来野放。这一只黑面琵鹭呢，是当时我们在做鸟调的时候刚好发现它已经趴在泥滩地上然后就赶快把它救起来当时我在救的时候，我们有2个人，一个是叫邱景威一个是我一个人下去抓他在上面指挥我在说他在哪一个地方，然后因为上面如果没有人指挥，靠我一个人也不行。但是到最后我抓到他的时候，他已经都不能飞了。检查这只动物应该是肉毒杆菌毒素中毒，所以就有做肉毒杆菌毒素抗毒素血清的治疗，它逐渐就恢复。在恢复的过程中，可能在台南地区这一边的训练笼舍是比较小一点。那转送到我们积极的这边的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野生动物急救站进行那个飞行野放前的飞行训练跟评估。那2月6号的时候转送到我们特生的急救站来，我们发现它的就是比较消瘦一点，那整体的状况都还不错。那本来比较不会进食也渐进的会进食，体重越来越重，而且它飞行的状况都非常好，所以选择今天来把它野放。这个湿地生态园区是由着休耕的田所转型的，食物充足，人类的干扰嘛较少，是各种鸟类的好所在。市长表示，市府未来也会多多甲民间生态保育的团体共同合作，做伙来保护这些动物。基本上保育的这个概念在台南已经生根发芽茁壮。那我们希望是更多的市民都一起来从事这个保育的工作，尤其对于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娇贵而且是濒危的这个黑面琵鹭，从过去在2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保育的工作一直这个历任的县市首长下来，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增加，所以我们觉得其实非常感谢志工们的努力。那我们将来在台南市政府在从事这个鸟类保育的方面，以及从事的整体的保育工作的方面，我们一定会再加大力道来这个跟这个我们的公民团体跟我们的这个志工做最大的一个配合跟协助。农业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是有看到类似乌面腊尾倒伫涂骹，就要赶紧来通知市府，提关因的存活率。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预防肠病毒，常常我们会教小朋友湿拖冲捧擦，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正确的洗手方法是用水弄湿之后，手背要搓一下，把所有的可能沾染这个病菌的地方，或者是飞沫的地方，或者病毒的地方，都要搓干净。接下来把手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这个水龙头也要冲一冲。接下来把手擦干净。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如果你的亲友从中国回来，请提醒他们，返国14天内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请拨打1922防疫专线，提醒国人注意防疫资讯，避免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请大家勤洗手，有症状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你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吗？特别是武汉地区，提醒您：入境如有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等症状，请向机场或港口检疫人员报到。入境14天内如有出现类似症状，请立即拨打1922防疫专线，我们将有专人协助您。就医时务必告知您的旅游史、接触史、职业别及有无群聚现象。勤洗手，咳嗽戴口罩，
保护你我健康。虽然离礼拜事件已经将近73天，政府嘛已经公开平反，不过为了让少年一辈会当了解事件的过程、基础历史的假释，受难者后代希望市府会当将旧议会规划成离礼拜纪念馆。香港议员李启伟顶面代嘛召开记者会，积极来替因争取。为了离礼拜受难者后代，先代教授甲前台湾文学馆馆长丁郎拢高度关心，强调虽然受难者冤枉委屈已经得到政府平反，不过有一寡受难者的生平事迹甲受害过程也是无厘清。因表示牺牲袂当被忘记，需要纪念甲尊重，所以透过议员李启伟顶平台替因发声。希望将旧议会改成离礼拜纪念馆，成为历史生命教育最佳场所。因为离礼拜的事件对台湾会当讲阮啊是一个真大的一个转捩点这离礼拜事件过后这台湾争取到咱的民主、自由、人权甚至争取到咱国家的一个主权拢有真大的一个转捩点所以阮希望这照。过去的一个历史尤其是遐个汤德章去用庆国的一个所在遐让加做一个文化的一个园区伫个旧的台南市议会会当加做一个离礼拜的一个纪念馆这阮会互观光客安尼会当加做台南的一个观光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景点一个亮点。对此，文化局强调，已经规划将原台南旧会改成中西区图书馆，同时将离礼拜史料专区成为图书馆的发展特色。因为该方案一个提出，地方也是无都认同，所以市长表示将继续建议。我们会来审慎的来找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目前为止是没有228纪念馆的。那将来我们要第一个就是说，你如果讲这个需求性，我觉得是有的。第二个讲说是什么样的地方，可能要经过在大家找。有人说建议说旧的市议会，那当然这是一个建议啦。那我们也得必须要再找一个，就是规划把规划一个合适的地点。那旧市议会是其中的候选的地址之一。如何体贴地方对离礼拜纪念馆的期待，去游客愿意前来参观，来启发历史意识，拢由台市府上脑筋。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过的。位伫北区北门路二段的大公国小公车候车亭，现在时两边的红花枫林木开甲长水，满满的粉红色的花蕊，远远看起来就亲像烟火同款。搭配台南古迹造型的候车亭，吸引未少路过民众、网友甲喜爱摄影的民众前往翕相打卡。位伫北区北门路两段大公国小的公车亭。因为两边的红花枫林木正咧盛开，满满的粉红色的花蕊，远远看就亲像烟火同款。搭配台南古迹式的单车亭，互未少的网友封为台南上水的公车站，吸引未少路过的民众、网友，或者是介意摄影的民众前往翕相打卡。很漂亮啊，而且就是现在比较少人来，就觉得拍得很值得。应该假日会很多人。很特别啊，就是可以让人家在这边坐着拍个照啊，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拍照的景点这样子。对。根据当地大公里长吴坤富来表示，北门路两段的红花枫林木原本应该是伫个大道眷村改建时，配合北门路的开辟才种植的，大约到现在有15、16冬的时间。近年来因为愈开愈水。原本去年是观雾活动中心这边较水，今年换对面的大光国小，道路两边总共4站，拢伫个公车站牌的边啊，进入停车。有我们的里民或者从这里过的民众他看到很漂亮他就把它 po 上网连我自己都在动态上面 po 真的是，它可以媲美樱花啦媲美那个吉野樱那一类的花。真的开满树都是花，
都是粉红色的，很漂亮。去年是靠活动中心这一棵比较漂亮，今年就是大光国小那2棵比较漂亮现在开始花在谢了但是还是蛮漂亮的因为红花枫林木一般拢是伫咧春节进行开花，今年可能过年提早，有一寡地方的花已经开过，花今嘛正咧盛开。因为花期大约维持1-2礼拜，想要欣赏美景的民众，就要把握机会。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环保局日前参与国际碳揭露计划，为全球850个城市当中，得到 A 级城市的荣誉，显示台南市以低碳城市作为施政目标的坚持甲努力，已经展现成果。CDP 国际碳揭露计划组织针对2019年参与碳揭露的城市进行评比，台南市为全球850个城市当中得到 A 级城市的荣誉，成绩是全世界排名头前的。如此优异的成果，嘛展现出台南市对着打造低碳城市一直以来坚持跟努力。对于台南市获得碳揭露计划的这个 A 级城市，表示我们台南市的这个碳足迹的这个整个的程序应该是都很完备，对于任何可能造成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任何物品，包括工业生产的这个制品，它的一个碳足迹以及它的碳揭露，事实上我们这个是延续过去赖前市长、李前市长他们所打下的基础。那因为这次台南获得 A 级城市的获奖，得到中央环保署的肯定，也获得这个大家的这个肯定，我们表示非常非常感谢。那也感谢过去历任市长的努力，那也对于这1年来大家同仁的这个努力来达标，让台南市成为台湾之光，这点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未来台南除了发展绿能之外，对于减碳的部分，我们还是会着重而且加大力道。减碳的一个要项就是碳足迹的揭露，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这个让台南市变得更碳揭露的部分变得更加透明，那也让市民朋友们以及一些外地的人都知道台南市是个绿能减碳的城市。碳揭露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公司部门测量管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气候变迁的冲击，并以投资风险的概念，促进揭露温室气体的资讯，并进行减量。台南市嘛将会持续透过跨局处的整合，全力减少碳排放，并持续加强责任减碳的推广，为地球永续发展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节份的天气，温度20度到29度，袂落雨。海面边关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2月2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